南区经过多林市场的建设，持续伫咧发展。不过，就村南山公墓的转型也未定案。日前，文主县议会决议，无要登录文化景观以后，各界出现真侪声音。议员周丽珍伫咧26号的质询当中，就呼吁黄伟哲市长爱承担推动生命教育园区转型的历史责任。赖清德市长就是我们现在的赖总统，他也开辟了新都路，为了南区打通了任督二脉。这些改变在我们南区的市民、我们南区的居民都是有感的。那接下来，我们的黄伟哲市长，我们是不是要面对挑战、争议，勇敢来面对？咱这目前南区殡葬所啦吼，拢做4公顷花，啊，逐日嘛拢他家好几公顷拢他家嘛，所以那个米区的部分总共有10几公顷的部分。咱若迄个殡葬所是迁过遐，对规整体南区的一个发展，我相信足大的帮助啦。周丽珍建议民政局、文化局爱办理说明会，公开规划讨论。将伊转型为兼顾生态、教育、甲人文的公共空间，保存有文字价值的墓区，实践共存共赢理念。另外，伫即届开议进前的教育局专栏报告，嘛互议员非常不满。113、114年的比较表，好，当时业务报告5月13日给了，就是给1年而已。这个资料很难吗？我觉得不难。不难，那为什么要在我质询的前一天下午3点22分才传给我呢？简单的新生立法资料拖了13天才刻出来，连实施学区制以后，部分学校新生人数大减少，小校也受到冲击。周丽珍建议学区的管理应该要更加有弹性，提供资源补助。政策也应该爱充分讨论，别当伤过冲突。今年114新生入学的数据显示，取消自由入学并没有影响到整体学生这个学校它的一个入学的选择，然后家长也可以就近入学，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稳定的。局长，不过我们滚动修正可以证明一切。是。数字我们持续滚动修正啊，我们持续滚动修正，对。再麻烦局长。台联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